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浩，欢迎各来到目知我趣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，中心愿望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通货膨胀，什么叫通货膨胀？介绍通货膨胀进程。咱要先了解什么叫通货 （currency）。通货是指一个国家也是地区实际流通使用的货币，也就是大家日常摕来买物件、付钱、交易的钱。在现代社会中，通货主要包括现金和准现金。准现金是指咱寄伫银行的活期存款，这两项拢是咱直接会当用来消费、当销、买物件的流通货币。通货有三大功能：第一，价值的保存；第二，交易媒介；第三，计价单位。对金融市场来讲，上重要的功能是价值的保存，因为钱寄银行会钱滚钱生利息，互你有动机把赚到的钱提去银行寄存款。中央银行印钱，刷落来，佮透过商业银行创造货币，也是讲创造信用。譬如来讲，中央银行印钱100万单位的通货出来伫市场流通，透过商业银行收存款、放贷款的过程中，这一收一放的金融操作会当算足侪摆，创造出足侪钱出来。这因为信用生摊出来的钱，就以借权债务的法律关系去运作实体经济。通货膨胀是指整体物价水准会随时间增加的现象。换一句话讲，同款的一笔钱，会当买到的商品甲服务会变愈来愈少。货币本身的购买力下降。一般来讲，大部分拢是以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来代表整体的物价水准。指数起代表家庭的生活成本起，有通货膨胀的情形。通货膨胀可能由以下几种原因引起：第一，需求拉动型；第二，成本推动型；第三，货币供给增加型。需求拉动型物价起是指消费者需求增加，愿意用原价申购商品还是服务。成本推动型物价起是指厂商的生产成本压悬，高不离种嘛爱压悬生产的价数。货币供给增加型物价起是指当市面上的钱变多时，毋过市场的商品甲服务无对咧增加，物价自然就会浮起来，因为市场上过多钱得益有限的商品。货币供给增加型物价失控的责任是落伫中央银行身上，顾物价、顾
国家物价飞上天。若毋是钱印伤多，就是利息压了伤低。鼓励消费者含生产者借钱炒作商品价销。换一句话讲，商品价销额悬，毋是实质需求增加造成，是利息伤低，方便买卖双方进行炒作。金钱对你来讲是啥物意义？金钱的真正价值无伫咧伊的数量，伫咧伊安怎互利用来实现个人的愿望。最后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再会。